本人收看客家名錄學院每日的客語新聞。到了5月初5，客家人安度5月節，因為日日係出外嘅主題被全客家老客家人團圓嘅日咧，只要讀中嘅談過準備三生精神，拜阿公婆，喊外地門後插槍掛燈向普通嘢，還有做香包本省人嚟帶，參加爬龍船比賽，也係去看爬龍船比賽。睇起5月節嘅風俗，台灣特色味素都差唔多。唔過，啲中嘅方面，早起5月節嘅時節，家家戶戶大部分都會讀中嘅。而中除咗有本南北做法同意思無共樣以外，韓國十分有客家特色嘅版種，將糯米同蓬萊米夾向下一版，冇熱標嘅，外皮當有彈性，食起來鹹又香，味是十分豐富。也下嘅中嘅強調空間。用成老特色創意，做得講係當多年又有特色，包嘅料嘅還有多種嘅調味，不但像係傳統嘅豬肉、鳳松頭、香菇、菜脯也都天天。照嘅都也係唔係本人上愛夾夾去食中嘅，感受一下5月節過節嘅氣氛。客家名錄學院祝福大家5月節快樂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的客語就係中嘅。無共樣哩數嘅中嘅做法無共樣，無共樣哩數嘅中嘅做法無共樣。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